父子情。悬崖峭壁不如顷刻间雨滴娘，心下相见。气寸寸力不及，心慌意乱。困起来，命难保，死过不行，死过不行。什么时候？你哪里走？打醉两个男的，累了两个女的。你。老郎见困，尔等尽管谁此撒野？你是谁？尽管管我财官老爷的爷子。我嘛，我乃是你爷爷金凤家，与我拿下。
滚！我也哭。滚！什么？多谢爷子相聚，用手多报告示。小夫难罪，前面那是悬崖峭壁，无路可追啊！多谢指点，说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哎，不对，前面那是一条通天大路，你我就是插上翅膀，也是飞不过去啊！哎呀，倒霉！这边到了半天，我是死路一条。相公，师姑到了，小公，这师傅是好啊！小生心情明梦教，本为神子。方才得知你们自别听有艰难之事，说我冒昧。怪问小姐真心大名，家是何处？因何来这荒郊野地呀？也是天亮，小女子做戏变良人，贵重其名身份送。原来是文书小姐人的名字。我本来是贵重人，谁知婚日风不生，父母逼婚还可知，没奈何夜半三更到出门。小姐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好心相劝，你为什么欺骗于我？我没有骗你啊！人家小姐，去手啊！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。为什么不见你父母追问，却是惊动了官府？啊，小姐不害怕，我家相公古道你上，你为什么为难之事，谨慎无方？是啊，不必吞吞吐吐，说就是了。此事用文书是严相告，是严相告。莫非为逃婚离家门，实是有天大怨人满腔恨，都只为家造不应难弃身，没奈何难把将呀呀，话到口边往回腾。我是朝廷亲男子，怎能够萍水相逢吐真情？你是他庐山真面目，话到口边留三分。绝言难言方成乱，今
进退无门。讲啊！只好扬州防备谁？用眼来去在头中须眉影，莫非他回避我挑战？我要逼他出真情。莫杀家，言语不必留伤痕，天他委屈惹我听。也是山穷水尽，望求恩公指点迷津，请我们特立仙境。要我们救你他羡慕，只有这一条路。哦，什么路？自比山上随我为尊出门。给你们回复。好。不可显示啊！小姐不必害怕，我们虽是萍水相逢，小生对小姐恰是一见钟情啊！一见钟情！哎呀，这是从哪里说起呀？小姐呀，小姐，这乃是天赐良缘啊！呀！他有眼无珠，乱点鸳鸯啊！哎呀，神啊！我们还是逃追了吧。哈哈！这吧！可你们也逃不出我的手中！哎呀，结束难道啊！小姑，哎呀，小姑哎，我是不知了讲吧。原来你们真是一股乱地！唉，小生没当去出乱儿，如何乱办一招？这，唉，意难尽。欺骗为原地。
王表臣。别说老子他怎么样？他在天行大道远人，心无事两袖清风难自已，可恨老人气多心，无言心无讨苦命，可怜他连记得起一命情。小生我连夜逃命追荒郊，苦恨老人怕贼兵，淋雨也是冤上水，死里逃生疼心惊。同是天涯人莫成，那黄标狼心肝肺乱朝政，还是目前家一门，今日里有雨同听他过气能受。岁岁也是被王表老人所为，你要相濡于他呢？像我山寨之上缺少一名通达诗书之人，不妨请他上山相助于我。我明白了，小弟之意，请他上山相会于你啊！是相助于你，快去快去！陈兄他的事情已有后话。本想退本母去，可是事情这恐躲避不及了啊！请确诊，各国三七为父，三等稳等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成果当造。哎呀，小姑，我们已是走投无路了。小姑，你不要开山做事了，去吧，我们去吧，去吧。此次恭敬啊，不是说明了啊！是次三真兄请真真兄请啊！真兄请啊！请啊！这次人婚，你们要小心，小心何来呀？千万不要久等失业。沈相公还不知这次的真相呢。义母宽呐，索性与他明死了的，自己的道不可明天。此次小弟明白，请，哈哈，哦，哈哈哈哈。
为今得救元神，谁知恩人变小家，变小家。数月来，两人情对就而已，到今朝都往化作成烈意，深爱我闻上心好心意。忙忙碌碌去看酒席呀，去看酒席。哎，新人新娘出来了。不想我身份书也有经手。独行小姐情梦娇，倾心与我结论交，神魂烟雨相映好，死与得随恩情好，但愿得温柔乡里门中老，与何必飞毛相见，去里当他不因你贫穷，还连你这样，又找你未婚，你是该好好的谢谢人家才好呢。是啊，是呀，他不但是我的姻亲，还是我的恩人啊。不过这金小姐与别家小姐可是大大的不同啊，有不同啊？哦，凤桥小姐心意好，经过须眉运气好，家人国父知多少，福到龙墙心情忙，就是那要上丫头神娇小，我看他是有杀气，上眉梢。
但你们却得过于高。金小姐家产百万成富豪，家人里妇女高，唐十半呀来强盗，宽家富源有理呀！话虽是此，孔母啊，总有些放心不下。哦，要能再娶到名，这样你就放心得下来。金小姐为夫，小娘子回来了。哦，娘子回来了。啊，官臣，娘子，请啊，请啊！表嫂，请。官臣常为谢谢，准等娘子回来。月老觉得为妻长官先祖一年，日夜繁忙，少被官臣放得牵挂。娘子是哪里话来？娘子，今日你像是辛苦了。这了几日里倒是有些疲倦了。要伤不是别人，请娘子安息。饭备饮酒菜，与官人少饮几杯。与老娘子了。要上圣婚，你们细细去吧。是。娘子，表嫂，再来啊，再来。官人。你可知我为何救你上山，又为何倾心于你结为夫妻？背身怎要领教？官人，你的父亲是哪个害死的？那是黄表老臣。事情实之何在？朝中官居一片。官人，你可知为妻的先母也是被人害死的？哦，令臣乃是何人所害呀？那是黄表老臣。也是黄表。娘子，你我二人是同病相怜的，真是同病相怜。你我二人是一对同命鸳鸯，真是同命鸳教用鞭子杀去
是我胆尊心惊。官人，哎呀，娘子啊！陆真情，却将那人郎情。警察不敌当年恨，来。哎呀嘞！今日铁匠为君，官臣为妻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把岁结。给银的，给银的，请。官人，为妻再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地久天长。给银的，给银的，请。官人，为妻再要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个冤仇不报。给银的，请啊，请。娘子，本身不胜酒力了啊！官人，他竟这人这个样子。这次许贼夫接连响应30万两，明日从上行经过。好，送到门来的后里，岂可不遂？马将军，你困是否？我快去接了这笔下好，先当去他总的的意思，我且开始到。她竟是个尊上为王的女将啊！30万两相迎，非同小可。哎呀，他做下这无法无天之事。一旦官兵消散，我这个强盗上夫，岂不也要拿去分谁吗？哎呀，这便之后是好啊！哎呀，趁那句讲道，还在先天一时，富有防备，不是悄悄逃走了吧？
神翁！哎呀，神翁啊！哎呦！不要再跟大夫小姐做什么了？快随着引力逃走！保证！我这宝贝不晓到哪里去啊？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属谁呀？这是金小姐的遭遇这是讲到的山贼。你可知道金小姐又是何等样神啊？你是大家闺秀啊？她是个转身为王的女强盗。我才不信！哎呀，你这个糊涂的东西，快随我走了吧！我不走。就算金小姐是强盗，这样好的强盗，你到哪里去找啊？你也不可以抛下人家，导致。爷爷父亲把爷恩，我也舍不得离他而去呀。可是他转山为王，抢劫官家乡女，导致官兵小散，但是将你阻止，就是这一刀砍下你的脑袋，我看你就是不走啊！那也要与金小姐告别一下嘛。哎呀，你与他告别那还走得了吗？趁那女养老完在先听你是无有防备，快随我走了吧。好，走！你往哪里走啊？保证啊！快随我走了吧。走呀，走呀！黄灿灿落得大桥问世山，前门半路西东开，他老真困混冤嘞，前夫后用我心是罪，我心是罪，输掉的小儿西黑还。不是我，不是说卷钱难，拿得顺公去正规。不是我当机立断下山贼，至今眉目谁好嘞？怎能去尊老的不境界，既高官要门楣。这真是一生尘内相求天，皇恩浩荡是江黑。
啊，参见长员公。这谁死了？哈哈哈哈！向我身份书，是从特生道教道下山贼，累到精神。一来是上天保佑，二来也是分章得义，山上18金榜题名，得中了推名上元。这飞黄腾那么是指日可待了哦！小哥，小哥，哦，要叫赵元公，赵元公，启禀赵元公，喜事来了。哦，喜从何来呀？就在自己，嘘，谨慎。讲哦，就在自己小子来了。啊！哎呀，他人在哪里？啊，也在门外。哎呀，他的真身打扮是何进得进来呀？他明目打扮，真情而来，得知相公中了状元，过而来此下神。打开这门迎接状元夫人喽！大姑叫你高声喊叫，打开这门，却有此理呀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像是金小姐来了，赵元公不便承认，定是要小人先把夫人从二门悄悄地接了进来。我这就到二门接赵元夫人去。哎，还不由我回来。哦，我又明白了，像是夫人来了，怎能从后门进来？岂不有什怪题？定是要小人先把夫人先过安身之处，再与几个家人说，夫人从原先进京，要大大的念叨。对，我这就召集三人。啊！我要多带些银两，替夫人办起义务修缮，是也不是？哎呀，你这个不明白的奴才！司机，我倒实在有点不明白了。哎呀，你算到哪里去了？生我不解啊！我可这耳朵莫非出了毛病不成？小哥。天地良心我，你这个不明白的奴才，想着你乃是奸臣里面天子脚下，我又是个上元，天子门生，岂能随律山贼讲道？你叫金小姐呀，说为善，免得被人困出破然，撒下杀身之祸啊！快去呀！我不去，快去呀！我不去！哎呀，快去呀！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今日金榜题名字，来了山贼与台湾，我有艰难间，心里盼，此盼非盼安尽荒那日匆匆离
母亲人归哭凄凉，夜上连凤叫滚水响。他虽然扶刀龙枪带旗号，待我假日娇媚呀，梦里他独一灵，心事恨他结果想，上元难遇到非苦，无呀真苦配凤凰别来无恙。哎呀，是你呀！你是怎么进来的呀？实情生我言语之误，叫我在客店等候，使我放心不下。趁此黑夜上我亲身功夫，若想来见你一面，这可想当初穷途一句恨一人，今年丢弃旧情泪，本当常见去相识，官非同真相配。金小姐，这口气不对呀！你叫我好为难哦。想这里乃是今生的面前自家乡，才会有事衙门知道，这怕你呀性命难保哦。我倒是什么为难？难道这有事衙门还管到你上元宫府中来扎成不成？我记得当初山堂上，一朝在苦命运到下，啥不是如今不必来相聚，你朝去化为不过去本皇上，可记得从娘家去成婚配，在红桌上上对对门是娘，谁知
是你看是心非好，相上为你。十月花太把儿生下。怎么你生了儿子了？冤家手把儿一在手，可怜他与娘父的命归，为情你单身投进高山下，长风露宿最天涯。你不念夫妻之情海洋深，也当念父子之心。天来他。变化永见人希望，不念旧情心乱子啊，想起他去问不心生，必报他回京相聚恩义大，他为我生死门中我怎能夫妻之情父子心先抛枪？娘子，欢生，这2年你受了苦了。你呀，好无情啊！都是本身的不是啊！哦，娘子，来，我们属下守望。娘子，哎呀，不能相生了。身担重罪遭擒拿，杀过问吉祥不王法，奴才与他与谁家？咋是对官还要把对路杀？金小姐，太轻了不得了！想我是天不吹换长香，平生受的是生银家，祝你我心生，最是好赌不懂人真假，想我是天子门生上远公与你，身闻伯父奉培养，非心人色尘不心不与我负命也负从天。
身份说，我们三不敌，谁是乌鸦谁凤凰？到如今，我为娘，你为爹，看在娇儿的份上，你总不该细心妇女呀！这般就算下去，真真是好啊！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也真的是死了。我好比一颗林子长山崖，你好比一种野草的一路下。我是不动却凤凰，你是可是李文阳，人不当不不对，情有往头难相将。现在京城一时大胆，我是今内是少林命官，岂能用你胡言乱语？说为善便罢，事实不说。怎么样？叫来不当官人，只怕你难道发忙？什么说？你想功夫不成吗？我与上层是道长，人说说三尺龙剑，策量是什么？想不到不仁之中，竟与你这样好的人，像他这种非义之辈，不配父母保监。子母娘子饶命啊！身份书身份书，青山不给，落水上去，你我何为有情？娘子饶命！小姑，娘子饶命！哎呀，小姑，金小姐走了。小姑，金小姐走了，走了，哎，走了。哦哟，好险呐！都是你自己了。长长两鬓，独自为
了饭，我朝无忧报国仇。想当年安水亭3年，将刘关张救他牛悄放走刘存金，如今他改名金凤江，巨龙山郎帅一并，国家遇难考中两，望今我不是劳苦，千里奔赴请存金。催马扬鞭山贼千年挂帅争了举国救命。向巨龙山上兵夺将光，神马草原已十分精烈。孩儿神意长大，莫求不传下将令，这边进度稍去进当。原来报外祖缺失之源，那孩儿嘞，让母亲你也走上几天女皇帝。小孩子也太无也。我的小少爷，你的用心大是天啦，这有不可，这有不可啊！你呀，要发的孩子去了。大王，山下有老皇儿斗对无杀，身穿自保，兄弟八血，斗当八法，要面见大王。你可曾问他姓陈名才？秦王明镜，官居一品丞相。你得真讲，皇丞相到。他开掌门派给相爷，好，走喽！打开正门，派给相爷。
子女。丞相，到了哦，王丞相，请。燕子女，请。光年毕竟又在此，该老夫大礼存拜。大夫请上书，替臣女大礼存拜。不拜也罢，不拜也罢。多谢王爷爷举母亲的大恩，送来就难以祭拜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这时候，我儿受报。哦，真的是江门后的少年英勇哦！夸奖了，夸奖了。王八母亲，燕子女，请。远道而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？我是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？我问你，身为江门二代，为我转山应城落草，做事倒口生呀！我一不当家列所，二不杀身防护，算不得到口而死。既不为逃，为我要招兵买马呢？为的是替父报仇。可惜呀，你的仇报不成喽。怎么报不成了？还是你父亲的奸臣，他已经死了。你得证据。我滚问应，他死了。他死了。母亲，中传今日早已死，朝堂上昏君还未要，太儿同他军把送兵扫，杀昏王将身去报。我今王爷爷在此进官无言乱。王的母亲，叶子女请。燕子女想受人一死，就穿上长替你报了负责。老夫此来也为江山所急，而问你忠孝双全。王伯父倒有请教。自从你领尊出世之后老尊富有了刘家将，奸臣当道乱朝纲，到如今不过瞭望少了饭，只吓得宋王兵到谁红王，夫人领兵把帅挂，老夫一本走进王，保你挂帅赢了去，说说机子快分享。去嘛！听伯父说来，那瞭望造反，宋王爷他的江山难保。是啊，故儿要请神女下山挂帅平了啊！哦，不想宋王爷也已娶我刘家之臣。哈，叶神女啊，
想宋王爷也降下圣旨，命你为兵辽大元帅，你的威风嘛也够了。你呀，也算是扬眉吐气，光宗耀祖了。皇大王，一我的父子丹中请把江山放，自落得葡萄门外点名啊旁，哪一个先生不上名，哪一个终了也好下场，我也不了挂帅去平了，二不要举棍把门楣了，去封山上张天中，情愿终身应一笑。他倒退得关系，啊，叶人语，应当是子不征服，臣不为君啊。年老夫年满苍凉冰，他人风尘把神与情，你不念宋王君人礼，也给你我老王今与你家私交情，为国家你不得当年恨，为一命全下心头愤。王八子，宋王爷江山不虽人，老母他恩他记心，岂不负您的私交情？君臣你早已不官分，明了王他并不难名称，好去兵团进到彼此仁义，二不念私交情，三不念老夫的旧恩。同传一计，永藏心。嘘！王爷爷，翠宝生儿，你替王爷爷去劝你母亲一劝。外祖的大仇必报，受人已死了。那宋王已死，哎，小小年纪好不懂道理也。真的不知道理。像你王爷爷当年担下血海关系，放你母亲逃生在外，再有你这孙子啊！像宋王爷就是得罪了你，你也该宽在王爷爷的份上，失去心意。翠宝孙儿，翠宝孙儿啊，你避免欠欠家教了。王伯父，我倒也是请教。请讲。将心腹虽被奸臣杀害，那宋王爷不可以听信奸臣之言，害我贤家。遇到是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与宋王谁生之害，要我发兵，是非是杀出西山，害谁到人？呀！不好了！
全国尽，皇帝老夫一片诚。叶子玉。蒙太太之间有光的永在，请将不是即将迎。哎呀，我的刘光爷的一死的好苦啊！我的刘光爷的。雄兵8万，边关征，哪一股反乱不关撤兵？多亏你东西转乱不正，金枪一棍定太平。这道是将恩是有将恩，有谁知你的后代啪啪啪了兵。眼里呀眼里呀，不料王德子已上了命，一兵这边比两城，我是与不滚去出征，不料你为征边关，谁为你待我再来接他一接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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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复上仙大可仙妇，为我言在于此次发现。我想你兵不进，粮不足，父义不高，基本不慎，比不得当年我那刘光眼的呀。永久久将王子，那我未来哭，不曾许下的必须将来见白鹤毛，他从青到玄离坤，要变成亲。
下山与那辽王一尊啊！知道你即将有苗孙，我发兵退兵，把李领军。好啊！燕子女救兵是求福，快来接旨吧！去马！要我发兵，万先与我三件大事。哪三件？先父却参父们承认地信，我要送往这类乱教，生存属意，亲自祭奠，谢在天下。要是宋王他不用你，兵马不发。好吧，凭着我这条老命，答应与你那儿女。少时门少见应，最行苦战杀谁？是的，那三年。各路兵马听我指挥，门少吩咐引我挑起。身为元帅，理该至此，快来接旨吧。王爷爷，我去了。快去吧。审问书啊，审问书，我看是谁杀谁强。啊，燕子女，军情警戒，或者发兵啊30之内。好啊，大夫，别可知我兵马为同。粮草是赢了。我要问你，讨一个云亮官。且在汉路总兵，你选上哪个就是哪个。却在二路总兵，此女一概不用。哦，难道用着老夫不成吗？不管与老不无大家，我这样那文章员审问夫。好，慢来，你再讲一遍。要那文章员审问夫。你与他有缘？夫冤有仇？不仇。既是夫冤妇仇，他是文官该条无责，既不用兵又不会动枪。你到了正殿，你不是要他去送命吗？哎呀，我是王伯父，你还是以我三个条件，就是为你讨一个云亮官，你也不肯。他是文官，不能服掉。难道我在逆流之辈就能上阵当张了么？好吧，但我为得进去说明那文让元审问书，也与粮草到你帐前听用遍了，老夫告辞了。备下酒宴，以把握祭奉。望命在身，不能久留哦。此次送把握。燕子女有道了。明着三等少犯，伏兵起身，兵法偏了。
了，我现在嘴不动了啊！哎呦，相公相公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相公。三篇文章我为阿信，云凉真的我无阿姨，问不了到哪了，为什么江湖长远江山近？江山近，相公，快走吧！为什么皇帝怕你一过夜，夜在远天有远啊地？啥个用意？我要想了，他走吧，他走吧。紫罗灯，镜花水月，空魂香。到如今，滚云波动，只为的。失去生死难预料，今生不尽无的情，生闻书马上落下我要哭了，快已经来不及再快走吧，相公，快走呀！吓得我头发昏来，心慌意，炮声连天，像是万兵尽了。哎呀，神魂困枪，困枪！哎，没有人啊！哎，小光，小光，哎呀，小光哎！小光，这不是半瓶酒粮食大英名炮啊？大英名炮，大英名炮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哦呦，小亮我一身冷哦！哎呀，这是神我，离大营还有多少路啊？还有一炮之地，一炮之地！哎呀，尽了啊！带我去见元帅交差，神我领见哪来？领见喏。神我，多少人马的粮草？
15万，15万，15万！我见了元帅交令就位，哎，小心粮草。家伙，你时间要到什么？哎，你来。须知灵界心欢喜哦，调查真正不容易哦。门上哪位谁？哪里来的？云阳国一接粮草来到大营，就见元帅。哎呀呀呀呀！你谁来呀？你可知道耽误了多少时间呀？不过误了3天呐！哼，说得好轻巧啊！千里路人总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呀。还有你，儿子，他的苦对万人与你。启禀元帅，云阳关在营门求见元帅。怎么云阳关他来了么？红旗照面，叫他包门而进。是。有他的好处了。云阳关，元帅命你包门而进，你要与我小心了。包门而进。报云良关告急，报云良关告急，云良关春见元帅。你是云阳关吗？是下官。免礼，谢元帅。众军来去云阳关困宿。谢宿。算从我上下仔细称，故传是12年前分你成。12年元岁7岁心，我与我相云阳关接粮到此，一路辛苦。千里把人苦，倒是有些苦的哟。好一个有些苦的！我来问你，借来多少乘马的粮草？借来15万人马的粮草。我约25万人马，借来的粮草为何不够一半？我再问你，粮草可曾接进大营？还有一炮之地。一炮之地袖手无力，反定上来这粮，叫本帅似乎切谁撤去撤出。粮草乃是三军之命嘛，你为吾担不了撤去。哎呀，路途崎岖，难以应对，何况也只无了3天之期呀！举官，粮草分至3军，军令20你看得清。1万贼万难困死，本军大业分占你。刘元帅，我常闻命儿听下门，伴随青天推门神，此番同志大良民。刘元帅，在哪里
人战赢，文功成。怒呼声，妇女是青丝木流转尽，今日仇恨天津，军阀是三不用情，今一声。不是紧张，元帅不仅要问罪不仁，真的是一云两官。那云两官生来何才？怎么我还要与他私情？元帅，敌人出兵，先战大阵，与君不离，白马母亲开元帅不战之恩，不是本帅不战于你，是少将军与你将心，还不上谢谢过少将军。是，多谢少将军救命之恩。哎呀，不管。百事先元帅。啊，是。多谢元帅杀贼之恩，担负粮草，反武将领，死在水面，浑身难受，拉下去送到死上。哎呀，少将军啊，再与逃生者一人战。哎呀，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少将军少将军元帅这马太无须，一敲一挂去告别，定情
元帅，云阳关请元帅迎上。当也当了，还念什么事？呀，这去云阳关，是他甘露也念，小心驯鹿当根，才与差错两人去伐。一门。元帅赐你更入一面，小心驯鹿当根，谁有差错，两罪举法。拿去。哼，你呀，哦呦呦！地瓜好苦楚，当了马了不顺速，有金木一面扑东路。你滚过那东路，上元后主周根夫，为当初写文不幸福，事情与共相对数。元帅呀，我与你光日不远，今不随。哎呀，为什么苦苦逼我身为
谁为什么一刀一把一
就是咱能不如人，不可难他本是巨峰山上，你将到与真元帅长里陈云啊。胡思乱想，以后还不是同路走官帮更强。上元老爷，跟官！上元老爷，跟官！好好好，就算跟官。哎呀，跟官，你到哪里去呀？跟官嘛，当跟去呀，明知故问，岂有此理呀！跟官，今天我要考考你的文采。嘿嘿，中军考上元，小娃忌惮我。哎，管他忌惮不忌惮，我这里有4句言语，你这队长元帅开恩，就免你无罪呀。哎，哪4句言语啊？你且听了，虽必先犯林子草，虽必野花张鲁吧，谁是无你插不进，谁是东西草娘。这4句言语是何人所讲？你管他何人所讲，你这队长元帅开恩，就免你负罪呀。这就急了啊！我心中问言4句言语打碎平，上两句我神机，长元福临清玉林，下两句把母子口气好像我的情，一时想不起对答话。莫非母亲吞心意，鲁邦话差不讲，逼我死尽，临子曹娘逼着母亲。跟官，你可对得上啊？对上了。哪2句啊？你且听了。这4句当对啊，都有一个水字。我把这个水字啊，问4句分别改成你我你呀。你比仙山林子草，我比野花塞路旁。我是无你插不进，你是有心少妇娘。你我你，是啊，我你，不对，是你我你。我知道是我你。哎呀，晚不与我回来。哎呀，是你
我爹啊！是你我你。对了，对了就好，明在进帐为王，对得好，元帅开恩求免你无罪呀！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是。我你是你我你呀！你要引我急死了啊！中军文王好蹊跷，分明出意来去到。金凤娇，他王不足力当劳。哎呦，如今他身在大院，水中藏着没有你的妹儿，真困啊！我看他又当又忙又自在，他往日年人过去就心啊。当我世人问日少，再当我八人也不恼。哎呦，我自己做孽，自己受，我只好忍受心大更强。有请元帅。启禀元帅，云良国的家将升官求见，命他觐见。是。升官元帅命你觐见。哦好。用两国家将升官看不见元帅，正粮草清淡，请元帅受元呈上来。是。哎，这个元帅怎么像是久冒在上的女大王？哎，
这个碰见的女将怎么像是要杀？对我冒叫也是，要杀！谁叫你大呼小叫的？出去！宋军不许惊吓于他，快带他到会长歇歇去吧。来。王人先到，有请。叶神女，王丞相，老夫参见元帅。三女不过。当得。大夫，此番是奉旨而来。奉命而来，这圣旨嘛，不可也罢。告诉大夫得知，昨夜一仗成功，那辽王已被神女生擒活捉了。哦，有这等事，真乃是我大宋朝之鸿佛也。哎，乃反命之佛。反命之佛啊！叶神女也是老夫有眼色人啊！元帅号令真是非比寻常，大白天还有人当根呐！众军，来，叫根官觐见。是。根官。哎呀，根官，太阳都要到日烧了，你还在当根呐？小心噻，不得不小心哦。元帅命你觐见。元帅命我觐见。哎呀！元帅将领，你经过违抗，不滚呐！不滚就好，随我觐见。是。根官到，好，让我来见一见这个巴结的根官。根官见元帅，罢了，见过王丞相。见过王人相。你这巴结的根夫，把天外来当根，怪不得元帅要封你为根官啊！根官，我来问你，一当根有无事情？卫兵元帅，剩下送一根，当到5根，东营追到西营，也无事哦。你一根当到5根，东营追到西营。是。本帅我做了两王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混了，又是40军棍呐！卫兵元帅，剩下这3根铁，都到营房去睡了一觉。好一个睡了一觉！来呀，与我送到！哎呀，我的车呀！狠心的死！计也！常天公，你是不是昨夜了上院，可传起根夫来了？哎呀，老乡爷呀，都是你呀！我见的好差事哦。不滚呐！你的差事是元帅而定，老夫不过是带信而已哟。是他指的？
哎呀，完了啊！父亲的妻啊！慢来，方才你叫一声我的妻呀，害得元帅拂袖而去。现在你就是无情的妻呀！我问你，妻是哪个？父是何人？这个大胆的官，尽管无言乱语，欺负我母亲，是何道理？你讲啊！儿啊，我贪污便宜，走吧，呸！休得无礼！妻子哪个？快讲啊！哎呀，这老乡爷，是我家子母。谁是你家子母？是元帅。元帅是你家子母？哎，是啊。元帅是你的妻，小将军是你的儿。是啊。既然贵爷呀！慢来！既然元帅是你的妻，为什么要当你、骂你、罚你、杀你，而不来审你呢？老乡爷，我讲想过啊，他现在是受案得讲。哦，他讲的可是实情？是啊，审问书啊！你好言，穷途末路他将你拒，一早得知你将他分。元帅他当你骂你真不跟，我与你同朝为官，也蒙了血。哎呀，老乡爷呀，你等好放纵你娘啊，只求你夫妻父子全相和。哎呀，老乡爷呀，身份数一番就告，一番诉，不与我暖了心肠，谢了福。
老乡爷，好吧，就操了你了。多谢老乡爷。嘘，儿啦，看你爹爹可怜，你就认了我吧。我问你，哎呀，老乡爷，谁好生儿，来，你就认了这个不争气的父亲吧。哎，小姑，你不要高兴地太早了，我要用字幕这一道难关你。哎呀，老乡爷呀，你送我们送到西天，你一发的要引我相公发儿啦。好吧，我只有再去救救我那燕子女了。多谢老乡。老生儿，你们在门外等着，我叫到那股进来。好，记下了。记下了。快去吧。爹爹，我去了。去吧。常员公，准不准是老夫的情，审不审要看你的命咯。到了万不得已之事啊，还得用上这股力。哎呀，惭愧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哦！快走吧。啊，燕子女，王丞相，王丞相，你带的何人？我没有带什么人啊。要上宽谷报警。呀！哈，燕子女息怒，听老夫叫他走了撤去。燕子女要上宽恕。啊，燕子女，想当初张元公虽然有许多不义之处，有道是夫妻无隔所之责。何况今日燕子女病了得胜，这功成名就嘛，少不得来个夫妻团圆啊！张元公啊，元帅有了老夫的责了，你们夫妻见上一个礼吧。老乡爷，王伯父，这些是你的不是了，这不是我的不是了。深更半夜把这个官吏职小的根官带到会场，满是旁人议论，才被三军知道，叫孙女怎能伸张法令啊？哎呀，燕子女啊，你们终究是夫妻呀！什么夫妻不夫妻？我那狠心的丈夫早已死了。你是真的不认他了？本来是不认他。哎呀，张元公，老夫死了半天。他不认账啊！老乡爷，啊，燕子女不认常元公，是否看在老夫的份上，让常元公来审你呢？啊？我不认他，他认我做什么？哎呀，夫人，皇上想了半天，也倒是不夸生年宽的面。哎，夫人，我不知道个什么常元公，你问他一问。喂，过来，元帅问我啊。哎呀，去得的，去得的。哎，过去怎样称呼啊？
少不得叫她一声娘子啊！叫他一声娘子。老乡爷，你可不要追呀！你这一追，他是动刀动枪起来，下官岂不性命难保？好吧，我在这里候着。北神春金元帅，本官不是前场，到此则成。这个谢元帅，杀谁之恩？献一谢过，不谢也罢。下去。是，哎呀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拿过这帮腾腾突突？快快与我讲了出来。元帅，我的亲相逢处，贤家春朝情深爱。孟娘子虎口相聚，上衣抚慰。江湖女呀，幸好上是几红人，是主美。夫妻私交相亲，温柔相依，不是金星娘子是道宾，心当春气是美。急忙忙到下山岗，杀对水连轮，书生看家辛苦浓，怀念我思念你。虽然是上元节的迎配，依然是孤灯多少水空位。我便呀定期再去查把金，更不要杀妻灭子生死美。娘子啊，天不该半不该，往日誓言不可再。多求娘子做前缘，我只求为娘子当根树叶，日当根树叶，终身不悔送心谁。
为何？方才是下手看见元帅，事情呢？实际那是四楼看见子母。哎呀，子母啊，你既生了我手官，也就生了我家小姑嘛。哦，生了我家小姑嘛。要说审问，你们好大胆！你们尽管串通一气，来虚荣于我。你们睡了他多少回？尽管花言巧语，张三龙鬼。啊！你就认了弟弟吧。哎呀，我也不明白的很了，你倒先生了你弟弟了。你可知你那狠心的弟弟当初可肯认你呢？下官早就相认了啊！母亲，你就认了弟弟吧，拜给你跪下了。哎呀，子母啊，手按我也叫你跪下了。上元公也在用得上这功夫了。娘子，你就认了北人吧，北人也与你跪下了。夫人，你就认了相公吧。怎么？你也来事情？我为的是夫人啊！啊，燕子女，你快跪下这一大片，你就算了吧。我怕当年再跪下一大片，人家也不肯算的呀。难道要老夫也与你跪下吗？神女不管。啊，燕子女，自己你大功一成了，你应该高高兴兴、团团圆圆，来个夫唱妇随，落举天伦呐！燕子女，你要再思啊，你要再想啊！这上